男人第一次进入旅馆偷腥找乐子，就被人用枪顶住了他的小脑瓜。很明显，对方并不是来争风吃醋的，出手远比红太狼暴打灰太狼还要狠辣得多。当武器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时候，旅馆老板才提示他还没有付款。如果成为本店的顾客，我会为你解决一切麻烦。随后，武器一边被打一边后退，利用刚吐出的鲜血启动了基因付款。一瞬间，持枪者就变成了渣渣，只有带头的刀疤男幸存下来。武奇想从他的口中问出有用的信息，可却被旅馆老板一枪给毙命。警员安娜很快赶到，经过调查才得知，这群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杀手，而带头的刀疤男可是拥有多个身体的厉害人物，被击毙的这个只是他的其中一个分身而已。由于店老板打坏了刀疤男的皮质盘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警方也就只能查到这么多。不过通过此事，武奇更坚信富豪班克的死并不是自杀那么简单。于是第二天，他首先去了班克的一体复活公司。这里摆放着大量的克隆体。其实班克的生意遍布全国，为了避免把时间浪费在路程上，他在全国都安放了自己的克隆体，需要出差时只需上传大脑的皮质盘就行。案发当天，他传输去了日本，结果刚一回来就被人打碎了皮质盘。武奇听后觉得，你们有钱人的时间就这么宝贵吗？之后他查阅了3578条威胁班克的视频，而这也只是短短半年的数量。经过大海捞针般的筛选后，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最为可疑的人。通过对方枪上的文字，很快就找到了嫌疑人。据黑哥诉说，是班克残忍地杀了他的女儿。虽然皮质盘可以将其再次复活，可女孩的意识已经变成了精神失常的疯子。起初武奇还认为对方是在编故事，直到两人交过手，武奇才相信他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刺杀班克的能力。与此同时，警员安娜发现最近有多起少女失踪案发生，甚至连自己闺蜜的尸体在警局都不翼而飞了。于是安娜来到停尸房，取走了其中一名不幸者的皮质盘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她居然拿着皮质盘来到教堂祷告。I've done terrible things. Violent things. 按黑哥所说，班克去过女儿上班的会所，于是武奇也按照地址找去。可某女郎却并不愿意配合他的调查，没办法，武奇谎称自己是女孩的妈妈，为了找到凶手，才被逼无奈地传输到了男人的身体里。某女郎受到感动，说出黑哥的女儿有个很有钱的常客，不过每次来消费都很残暴，如果一旦发生意外，富豪会大方地出钱为对方换更好的克隆体。但某女郎只是听说，至今也没见过富豪。武奇感觉这个富豪应该就是班克，可这又跟他的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？回到了乌鸦酒店，武奇才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等待着他。